單位嘅使用面積447尺，屬於南豐廣場大兩房嘅開則。呢個單位係租盤，全屋配置咗少量嘅入牆家私。單位坐向西北，遠處可以望到綠油油嘅山景，開揚嘅樓景。小睡房呈四方形嘅開則，有足夠嘅空間擺放4尺床同埋衣櫃。浴室採用明窗嘅設計，原有嘅浴缸乾淨企理。主人房放置一張雙人床，可以做到兩邊落床，仲有一個到頂嘅大衣櫃，活動空間充足。房間坐向東北，可以望到蔚藍灣畔同埋海悅豪苑嘅樓景。介紹完啦，想了解坑口站嘅樓盤資訊，隨時聯絡我。我哋下一片再見。